叫历史歌音乐剧演出台湾这片土地400年来有世界多元族群。2024年初的台湾灯会开始台南400。台南文化 No.1。文化局举办年终成果发表，回顾今年的文化行动，亲像是台湾文博会、新城市 IP 行仔鸟大受欢迎。伫大菜市的台湾世界展，成功吸引将近2000万人次旅客来到台南。根据我们的调查啦，其实大概有将近70%的市民对这个台南400其实有在概念上有很清楚的了解哦。那这个也是我们期待的。那希望大家刚刚台南是一个有历史、有文化的城市，但是按内当进一步哦，内当让大家了解讲，迄个文化、迄个历史到底是啥。另外，透过各项展览、空间改造、市集、博物馆活动等等，让更加侪人认捌台南文化风华。不过，随着台南400结束，局长郑世恩嘛将甲2025府城建成300档的任务交棒落去。咱无希望讲即个府城建成300年活动，只是咧讲迄个城尔，哦，也是咧讲即个旧的府城区，哦，俺希望用一个即马新的台南做一个即个院辖市的概念嘛，吼，直辖市的概念，哦，咱咧强调是一个台南，哦，一个新台南的概念，即个旧台南的府城，甲规个台南的关系到底是啥？文化局预告明年会以府城风要紧开展，5月份将有盛大的嘉年华，同时推出多项展览、论坛、工作坊、艺术创作等等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